婉君，必要赶尽杀绝，也许可以合作。犯我容我者，虽远必诛。从今天起，大夏过江千里，率其所至，皆为我大夏疆土！然而呢，北哥，你这都吹成北境武安军了，为什么来当保安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哥来这里啊，无为荣华富贵。唉，想当年我身中天下第一题的清缺散。今日你救我一命，来日你拼这龙符，我护你一世。这醒来后，这人就不见了。所以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找这世界上最美的女子。拉倒吧，再美能有咱们未来总裁穆青言美？她可是云城第一女神，身价100亿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格局就小了啊！只要咱想，什么总裁明星的，都得投送报。哈哈，说你胖，你还真喘上了。都知道武安军天下第一，还能被偷袭了？这你就不。你是超人吗？嘘，小丫头要保密哟。叔叔可是要保护地球的。哇，好厉害！念念一定保密。好，拉钩，盖章。嘿，念念，你吓死妈妈了。妈咪，我没事，是这个帅叔叔救了我。林先生，谢谢你救了念念。你要是有任何需要，我都能代表未来集团满足你。不必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妈咪，林叔叔这次可是英雄救美哦，要不你以身相许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，念念？穆青言，你跑不掉了，乖乖跟我回去和叶家大少爷订婚吧。
订婚，我嫁出去把未来集团让给你，那你还真是丝毫不遮掩啊！你以为未来集团你现在还能保住吗？如今叶家得龙殿谢景之时，而龙殿长大下权势，你只有这条路。难不成你想让穆家拖下水啊？龙殿。再说了，要不是当年你未婚先孕生下这个野种，你早该联姻给家族创造利益。现在叶少能看得上你，那是你天大的福分。你胡说，念念才不是野丫头。那你爸爸在哪儿呢？你让你爸爸出来呀！我看他一定也是一个缩头乌龟的窝囊废。不许说我爸爸坏话，谁说我没有爸爸的？他就是我爸爸。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妈咪！好叔叔，你最帅了，求求你当我爸爸一会儿嘛，不然妈咪和念念都要被坏人欺负了。叔叔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我妈咪漂亮又有钱，白送你当媳妇喽。念念，穆青言，这个臭保安不会真是这个野种的野爹吧？是又怎样？我男人轮不到你说三道四的，倒不如假戏真做，彻底堵住家族的嘴，是不是呀，老公？没错，老婆。我爸爸今天回来了，你们这些坏蛋还不赶紧举手投降！凌晨，你个看门狗，这事儿不是你能掺和的。你现在跪在地上给我学3声狗叫，说不定我还能放过你。你是没听清楚我说话吗？他现在是你姐夫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我去，这娘们儿小辣椒啊！你个贱人，你他妈敢打我！好，我现在就弄死他！我看哪个不长眼的敢他妈来找茬！给我打！云哥，要不你还是认个错吧。这个黑虎我认识，是在云城第一黑手，手上不知道有多少血。是啊，据说他可是传奇武道宗师，这种人一拳都能打穿钢板。林先生，抱歉啊，你走吧，这事儿不该连累你的。妈咪别怕，在爸爸面前，他们都是小看了你。你别胡说了，林先生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哎呀，妈咪，爸爸可是大英雄，才不怕他们呢。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呐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。念念说的对，小小宗师得个提携度。小子，一个月几百块，玩什么命啊？穿一身保安服，你整得跟5星上将似的。要打，来，好啊，够狂！竟然找死，那老子就送你个痛快！林晨，快躲开！我来不及了，给爷受死吧！什么？就这，没吃饱饭吗？自封修为，亦有真龙护体，在这世间无敌。我只是略微出手，就到你极限了。怎么可能？哇，爸爸好厉害，打死这些欺负妈咪的坏蛋！天哪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堂堂武道宗师，连3岁小孩都打不过。哇，念念也变得和爸爸一样厉害了吗？念念也要打坏人。哎，你个臭！姐夫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还不能走，小舅子，你还没教我学狗叫。小子，你不要把事儿弄得太……哎呦呦，我这沙包大的拳头有点痒哟。舅舅好像一条狗啊！妈咪，我就说嘛，爸爸可是超厉害的，才不怕他们呢。你回去告诉家族，6年前我没有放弃念念，现在我也不会放弃未来集团。好，你别后悔，叶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走。欢迎来找茬。妈咪，是念念不好，这么多年妈咪才这么累的。怎么会呢？
念念是上天给妈咪最好的礼物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或许是时候给念念找个爸爸了。林先生，不如我们结婚吧？你说啥？结婚？不好意思呀，莫小姐，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而且我一直在找他。帅叔叔，你娶了妈咪，可是少走40年的弯路啊！结婚其实只是个幌子，我是想聘请你当念念的贴身保镖，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找到你喜欢的那个人哦。叔叔，你最帅了，求你当我爸爸一会儿嘛，不然妈咪和念念都要被坏人欺负了。我以后养老给你找小老婆好不好？念念，我看你是皮痒是不是？哎，你这又是结婚又是当保镖的，得加钱。没问题，1个月20万，还有额外奖金。另外，关于未来集团的事儿也无需多言，等事情解决了，我们可以选择离婚。成交。不过呢，你别被我的魅力给吸引上，爱上我。哥，注定是你无法得到的男人。好耶，念念也有爸爸了。念念的爸爸他去哪？6年前，他父亲去了境外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来喽！今天呢，也算咱们的大喜日子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哇，闻着好香啊！味道这么好，比米其林餐厅的味道还要好呢。爸爸，你抓住了妈咪的胃哦。那可不，做饭、针灸、琴棋书画、黑客、赛车，我样样都会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那敢问你都吹成全能特工了，为什么还当个小保安啊？哎，这你就肤浅了吧？我这叫大隐隐于市，一遇风云变化龙。爸爸，你这么厉害，以后妈咪就交给你保护了哟。真想伟大。那个，晚上同学会这块表你带上，不贵，也就2、3千万。男人出门得讲究态度。对我这么好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喜欢上我了吧？你可别乱说，爱戴不戴。爸爸，我给你带上。好。如果他就是念念的亲生父亲，那该有多好。阿磊，我到地方了啊。我说了，我兄弟家的债算我头上。上。哟，这不是林大班长吗？这么多年在哪儿高就啊？还真是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哪里的服务员呢。凌晨叫你一声班长是客气，你现在就是一臭看大门的。是阿磊叫我，不然我也不会来参加。林班长，你不会真觉得赵总会跟你这个保安当兄弟吧？赵总现在可是未来集团的部门经理，而你根本不配参加上层人士的聚会。赶紧走！走。
兄弟，你来了！哇，宾利呀！你小子这说到做到啊！以后我可就跟你混了。下去停下我的车。什么？聋了？耳朵不灵光也能当看门狗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保安，这是本职。还有，要请赵总别指我的名字，记好了，看门狗。还不快谢谢磊哥给你这次机会，不然你怕是一辈子也摸不到宾利的钥匙吧？就是，赵总1分钟赚你1个月工资。少了，赵总监要进入总监了，拿他比，拉低了磊哥的档次。是啊，今天与其说是同学聚会，不如说是咱磊哥的升职宴。磊哥以后还得多多照顾我。老磊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少套近乎，还当我是你的跟班啊？你们家早就破产了，还当自己是公子哥呀？去，看清楚，我才是众人瞩目的对象。你呢？给我擦鞋，我都嫌脏。龙不与蛇居，你一个保安不配做磊哥的兄弟，还想跟磊哥混？磊哥，未来集团不缺苦力吧？是不缺，尤其是不缺耳朵不好使的。上学时瞎了眼才会喜欢你，幸亏你退学去当兵了，我这才有机会靠近磊哥，他可比你优秀10000倍。班花看人真准，听说凌晨娶了一个2婚带娃的寡妇。不接盘的保安算是合格的窝囊废吗？真是穷逼配烂货，旗鼓相当啊！老磊，没想到你也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有些人呐，越混越好；有些人呐，越混越像奴才。是吗？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让你走了吗？既然来都来了，让你家那个烂货也来开开眼界。跟你说话呢，听到了没？看门狗！妈妈，我想爸爸了。10点了，爸爸还没回来，咱们去接他回家吧。好啊，凌霄酒店正好也是集团旗下的，我去好好招待招待你爸爸的同学。好呀好呀，出发去找爸爸喽！赵天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有什么机遇和身份，我今天来是冲着兄弟情谊，来祝你升职的。但我不希望你们的兄弟情谊被磨光。情分，他妈敢打我！看门狗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失业，弄死你！不用我亲自动手，你也配给我谈情面？你就是看我今天升职了，硬凑过来蹭面子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站着要饭，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郝磊，你就这么想的我？当时，哼，读书时人人皆知你是学霸，众星捧月，凭什么？老子哪一点不如你了？我以为我们永远会是兄弟。兄弟，不配！现在众星捧月的是我，想跟着我混，跪下！就是赵总哥3个响头，说不定就会给你个机会。不用了。赵天磊，从今日起，我们恩断义绝。喂，你在哪个包间？不用了，我现在就好。大婶，你就是凌晨老婆吧？快来9号包厢陪酒，不然你这废物老公恐怕连保安都当不了了。陪酒？你是谁？我马上到。我倒要看看
是什么样的穷丑女人才会嫁给你这个窝囊废？说我又老又丑，这么多年没人敢这么骂我。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把我分出东西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馋。我劝你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他对我说到此为止。得罪磊哥等于得罪未来集团，别说被开除了，你在云城再有立足之地。到此为止，轮得到你说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待会儿怎么和你老婆一起。求磊哥放过你们吧，不如你俩把这里的酒都喝光，爬出去。这烂货也配喝这酒？这一瓶可够他干1个月了。这倒是，浪费了。不如加个酒，一会儿人到了，大家一起玩。谁要是不玩，就是不给我赵天磊面子。到时候你问我不给你们机会。凌晨找的货色还染病。口嘴里再喷粪，就不止1巴掌。你他妈活腻了，到现在还不明白？我们2个身份天差地别，很快我就让未来集团解决你。你只要出了那个门，你那个贱人老婆和你那个野种就会跟你一起要饭。现在嘛，给我打残，出了事我担着。云城谁敢动我男人？来了，来了，老公。念念，爸爸。哎，今天乖了吗？凌晨的二婚老婆这么美，身材气质赛明星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真是凌晨老婆？怎么，很意外？好看有什么用？怕不是陪酒的。啊，你应该庆幸我只是个商人，1巴掌换1条命。坏女人，活该！磊哥，这个婊子竟然敢打我，你赶紧替我做主啊！这个贱人，我要让他脱光衣服，跪下来给我道歉。美女，有权势的男人才有依靠。我呀是未来集团的新任总监赵天磊，凌晨呢只不过是一个臭保安，以后你就跟着我。未来集团总监，当然给我打工，别跟我老公。穆总，您吩咐的价值1500万的黄金、价值3000万的劳斯莱斯以及价值1亿的凌霄酒店合同皆已送到。林秘书，这是给我老公的礼物，恭请姑爷执掌凌霄酒店，贺礼奉上。姑爷，拿走吧，我不需要。老公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得给我面子。现在我老公的权势，你比得了吗？好一出糊弄人的把戏！要不是我堂哥在凌霄酒店当总经理，我还真被你们2个给骗了。对呀，磊哥的堂哥就是这儿的总经理，像股权转换这种事儿，怎么可能越过他呢？凌霄酒店可是未来集团旗下产业，转账自寻死路。堂哥，您来的正好，这对狗男女妄图想侵占整个酒店，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打断他们的手脚？混账，跪下道歉！让我给看门狗道歉！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。集团总裁穆青言，穆总。穆总，真是瞎了狗眼，竟然敢对穆总和姑爷不敬！穆总，姑爷，我刚才不知道是你。不知道不重要，因为你已经被开除了。老公，以后别干保安了，凌霄酒店交给你了。啊，穆总英明，我一定好好帮助姑爷经营凌霄酒店。穆青言，穆青言，谁让你把穆氏集团的产业给这个臭保安的？你有意见？我来就是想提醒你，赶紧让这个臭保安滚蛋，否则叶少就会对未来集团出手，尤其是你即将与龙店合作的项目。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未来集团。
你一个臭保安，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你还想保护未来集团啊？真是可笑啊！告诉叶少，我不会跟凌晨离婚，更不会放弃与龙电即将合作的项目。如果他敢动手，随时封。话说你们怎么想起来接我了？是妈咪，是念念她想你了，我就顺道来看看。对了，今天晚上我送你的礼物，你为什么不收？难不成还忘不了记忆中的那个姑娘？当然，我会一直找她，也一定要找到她。下车！啊？哎，不是说好接我的吗？爸爸，我晚上害怕，你和妈咪陪我睡好不好？一起睡。念念，妈咪陪你就好了。妈咪，我做噩梦被车撞了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我害怕。念念别怕，爸爸和妈咪都在呢。走。别乱看！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别乱看！爸爸妈咪羞羞。爸爸妈咪羞羞。凌晨身上的伤痕这么多，难道上过战场？喂，穆总，不好了，叶家抢先和我们的品牌代言人李倩签约了，并且污蔑我们集团产品造假。龙电已经向我们问责，要取消合作。什么？立刻采取应急预案，先找别的明星先顶上。穆总，我们尝试过了，没有明星愿意接我们的代言。你先别慌，我倒是认识不少明星，没准能帮上忙。你给明星当过保安？没用的，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。而且这个是上百亿的项目，又事关龙电，你绝对不能放弃。其实这事你不用操心，照顾好念念，我去公司处理。爸爸，你认识世上那么多大明星吗？那当然了。你看，哇，爸爸好厉害，认识那么多大明星。行，让爸爸换个衣服，一会儿呢，我们去找大明星帮妈妈代言，好不好？好耶，好耶！等我一下。凌晨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舍得联系我了。喂，阿姨，凌晨是我爸爸。什么？你是凌晨的女儿？好啊，当年救了我们之后就失联了，竟然连结婚也不通知我们。凌晨哥，听说你离婚带娃，跟我凑合？你礼貌嘛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凌晨哥找我们肯定有正事儿。没错，你们赶紧跟我去趟未来集团，我老婆等着你们签合同呢。
代言合同早被你的宝贝女儿拿走了，估计这会儿都已经送到了。李子墨，真的没有明星愿意接我们代言吗？穆总都问遍了，一个都没有。这次咱们集团恐怕是难办了。难办就别办了。穆青言，你真是被冲昏了头吧？放着叶少不嫁，非要嫁给那个臭保安，你真是自取灭亡啊！穆丽，如果这场发布会失败，未来集团将不复存在，你同样什么都得不到。李倩只是说不跟你合作，没说不跟我合作呀。我自然可以接手龙店的项目，而你该退位了，否则你还有你那个保安老公以及未来集团终将万劫不复。我是不会跟凌晨离婚，我更不会放弃未来集团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！青言，既然你一意的要嫁给那个保安老公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很遗憾的告诉大家，李倩小姐因为穆总的个人原因而造成的产品问题感到失望，拒绝了合作。天啊！穆总竟然犯下如此大错，未来集团的股价10分钟就蒸发了100亿。这样无德无能的领导就应该滚下台。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挽救未来集团的声誉和股价。别挣扎了，穆青言。你们集团已经被娱乐圈封杀了。要怪啊，就怪你那个废物保安老公没人脉。看到了吗？股市已经蒸发过半，你再交不出集团，那就等着破产倒闭吧。穆总，我听电话里说，姑爷好像认识不少明星，要不让他试试？没用的。哼，别想了，除非他能叫来龙国3大女神天后，否则18线都不可能跟你签约。妈妈，谁说我爸爸请不来明星？3个大明星姐姐的代言。这就是合同。念念，这合同真的是你爸爸给你的？当然啦，妈咪，爸爸无所不能。不是说拒绝签约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违抗叶家的封杀令。3大顶流女神？什么龙国3大女神？如果是真的，未来集团要起飞呀！野丫头，你那保安老爸的话你也信？还说3大女神是我的老婆呢？啊，可笑！3大女神何等权贵，胆敢冒充女神合同，罪加1等，你们彻底完蛋！3大女神早就不接代言了。凌晨怎么可能请得动？还有5分钟，你要是再拿不住签约，公司就会破产倒闭。你得罪了龙店谢家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如果没有人代言，那就我来代言。我是绝对不会向叶家低头的。穆青言，你一意孤行，公司的股东可不答应啊！穆青言，你不能嫁给一个无权无势的保安。我们不能看到你父亲一手创办的未来集团在你手上毁掉。穆总，难道你要看着上千名员工失业吗？你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父亲吗？我如此提醒你们，你们竟然背叛我！我们都是看到公司的利益，你今天不能化解这场危机，就把公司交出来。你们不许欺负我妈咪！爸爸已经找到女神姐姐代言了。念念，像野种吗？到现在你还指望你那保安老爸？我告诉你。这些现在只是一堆废纸。穆里，你混蛋！很抱歉，时间到了，未来集团就如同这些废纸一样完蛋。念念，爸爸来了。妈咪，爸爸把女神姐姐带过来啦。
那个臭保安，他要来干嘛呀？啊，难不成想让自己重新变成穷光蛋啊？年年、夏婉晴、徐艺菲、赵婉儿，竟然真的是三大女神！天哪，我这是在做梦吗？三大美女同时登台，这是要轰动整个龙国大新闻呢！这不可能，假的，演员，一定是演员！三大女神不是早就不接代言了吗？她们三个居然同时上台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撕毁我们的合同？三位女神，你们有所不知，都是那个臭保安，他说他请你们过来代言。就是凌晨请我们过来代言，你有意见？你们真的是凌晨请过来的？没错，凌晨叫我们过来代言，我们自然要来。现在未来集团造假，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，你们不要被这个小保安给骗了呀！没错，未来集团得罪了叶家，已经被娱乐圈封杀。闭嘴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我们想替谁代言，叶家还没资格干涉。三位漂亮姐姐，你们三个到底谁给妈咪公司代言啊？穆总，我愿意投资20亿，希望可以为未来集团代言。穆总，我愿意投资50亿，希望可以为未来集团代言。穆总，我愿意投资100亿，希望可以代言未来集团。凌晨，你到底是谁？100亿啊！我的天啊！第一次见三大女神主动花钱去代言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选我吧，凌晨哥，我可以。选我，选我！哎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哎呀，我是说那个他们的代言我全都要。对啊，三个大姐姐这么漂亮，一定都要给妈咪公司代言啊！既然三位女神决定代言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签合同吧。三位女神，现在未来集团已经得罪了叶家，而叶家背后有龙店、谢家合作，你们就为了这个臭保安，同时得罪了2大家族啊！是啊，三位前辈，凌晨他就是个看大门的，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我袁城夏家何惧他叶家和谢家，倒是担心你们自己。混账！你都干了什么？竟然惹怒三大女神，你已经被永久封杀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妈的，又是这个臭保安坏事！走，我们去禀告叶少。凌晨哥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可要好好款待我。凌晨哥哥，来抱抱。啊，各位美女，请自重哈，我可是有妇之夫。我看你们挺亲密呀。他们都是演员，一个个都是戏精。我看是狐狸精吧。妈咪，小心狐狸精姐姐把爸爸抢走哦。就你话多。陈哥，我在云城人生地不熟的，需要你贴身保护一下。凌晨要保护念念，可没空保护你。您是大姐姐，爸爸是念念的，不能给你哦。谁说他是你爸爸？妈，逆女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啊？我今天看新闻发布会才知道你嫁给了一个保安。哎，伯伯，我会照顾好青年的。照顾
我看你是狼子野心，不光骗我女儿，还得罪了叶家，甚至还要连累我们穆家。妈，这次多亏了凌晨，才能解决未来集团的经济危机，你可别冤枉他了呀！糊涂呀！叶家已经放话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他就让云城主查封未来集团，不是你请几个小明星就能解决得了的。嬷嬷，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权势背景啊？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权势背景啊？你云城4大家族，还有凌驾于城主府的逍遥王府，都无路线，你有何背景？嗨，嬷嬷，你这就眼光狭隘了吧？区区云城，你有背景会当一个小小的保安？别废话，你们必须离婚！妈，凌晨是因为我才得罪叶家的，我不可能跟他离婚。姥姥，念念好不容易找到爸爸，求你不要赶爸爸走好吗？念念，不是姥姥狠心，这我也实在没办法了。他叶家势大，我们得罪不起呀。离婚，离婚好呀，陈哥，你离婚了，我就嫁给你。姑奶奶，这个时候就别闹了。我是真心的，户口本我就带了。我和他是清白的。他们看不上你，跟我走，我伺候你。真看不出来呀！你一个小保安，花言巧语倒是有一手。他一个这么大的明星，都能被你忽悠的团团转，我更不可能让青岩和你在一起了。嬷嬷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念念和青岩的。叶家让云城主查封整个集团，你能抗衡得了吗？凌晨，现在叶家依附于龙殿谢家的关系，城主府都得俯首称臣。现如今整个云城，恐怕只有逍遥王能与之抗衡。我们，哼，他一个小保安，要是能把逍遥王请来，老娘就认下他这个女婿，并且天天端茶倒水的伺候他。逍遥王。小王，婉君，你要不就放下我吧，我这样会拖累你。小王，你记住，不抛弃不放弃，这才是龙殿之后。走。6年不见，逍遥王竟然来了云城。逍遥王那样的人物，岂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说见就能见的？别的先不说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到了。凌晨，这哪儿啊？逍遥王他家呀。什么？逍遥王府？你怎么知道他家在这儿的？嗨，我带你来请他出山。凌晨，你别胡闹了，万一要是得罪了逍遥王，那未来集团全完蛋了。不会，走。何人胆敢擅闯王府？完了，得罪了逍遥王，彻底没救了。怎么，你小子不认识我了啊？别暴露身份，这收上。我正在调查当年的事，现在如果暴露身份，只会打草惊蛇，对他不好。明白。五个。这是我战友小王，当时带兵带过他。原来如此，但您住逍遥王府，那你肯定就是逍遥王的私人管家，对吧？管家？我？没错，他就是逍遥王最信任的管家。没错，嫂子，有事找逍遥王跟找我那是一样的，保证给你办的妥妥的。凌晨，现在叶家跟云城主联手，逍遥王肯定不会帮我们的，我们还是别为难王管家。什么？岳秦苍那个老匹夫敢欺负嫂子，看我踏平城主府！注意身份，别总喊大声。
对，那我去给逍遥王吹吹枕边风，他一定会帮你的公司撑腰，灭了岳擎苍那个老匹夫。枕边风，那叫耳边风。耳边风，耳边风。难道你兄弟跟逍遥王是那种关系？不是，正常的，没事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好办。嫂子，我也没什么见面礼，这个是逍遥王的绝世宝剑，送给你。嫂子，要是岳擎苍那个老匹夫再敢威胁你们集团，你就一剑砍了他。要是叶家出手，你就再来一剑。王管家，这就不用了。啊，没错，别乱动那逍遥王的宝剑，给我放回去。嫂子，听五哥讲，你正在管理公司是吧？没错，云城的未来集团目前是我在负责管理。怎么说也是哥的媳妇儿，一个公司哪够啊？这样，北王集团也交给你管理。啊？我，逍遥王的生意都是小王负责。一旦北王集团和咱们合作，那么那个云城主就不敢对咱们集团动手。那就谢谢王管家了，回头我肯定厚礼相谢。王爷，家里来客人了。王爷，王爷。啊，这个他是小王嘛，平时爱装王爷。我就说嘛，你要是王爷，那你岂不是就武安君了？啊，对对对。嫂子，这个是北王集团注资100亿的合同，以后啊，未来集团也算是跟逍遥王府达成合作了。不好了，云城主来查封集团了，我得赶过去。好啊，带出来的人越来越多。是。王府禁军听令，立刻集结，随我前往未来集团。恭迎城主大人，叶少有令，未来集团该关门了。云城主大人，您大驾光临，所谓何事？少装糊涂！目前那个贱人在哪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今天未来集团要是不交给我，你们就等着查封倒闭！茉莉，你和你姐是一家人，你非要做这么绝吗？谁他妈跟你是一家人？找了一个臭保安当赘婿，难怪你们大方倒霉啊！根本就不配待在我这里。坏舅舅欺负姥姥，爸爸饶不了你！闭嘴！你个小野种，也配叫我舅舅？我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念念是你的亲外甥女，你怎么能如此心狠手辣？穆群言，你今天可算舍得来了。不过，那保安老公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穆莉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未来集团不是你说封就能封的。穆总，放着叶少这样高贵的大人物不嫁，非要嫁给一个保安，不给叶少面子，你就成不了未来集团的总裁，也做不成龙殿的合作项目。龙殿的项目我跟了6年，这是我跟龙殿能合作的唯一机会，我绝对不会把它让给叶家。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未来集团将被全面永久的封杀，你那废物保安老公，我也会一并带走。女儿，你爸走得早，妈也没用，要不你就嫁给他们叶家，或许他们不会亏待你。妈，我跟集团都不会有事的，而且
我老公你现在也动不了。动不了，在这云城还没有我岳擎苍动不得的人。穆青言，你个贱人，一个臭保安，我们有什么不敢动的？一个保安，他能有多大的背景？10分钟之内，我让他跪在我面前叫爷爷。我来了，你敢抓吗？有人要叫我爷爷，我看看是哪个不成器的孙子呀！一个臭保安，你敢侮辱我们城主，找死！来人，将这废物给我拿下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逍遥王旗下北王集团的合同。敢问城主，现在逍遥王都注资的未来集团，你敢查封吗？什么？逍遥王？青年，他真的和逍遥王有关？妈，其实你小子之前先是用花言巧语骗了几个戏子，现在又说跟逍遥王搭上了关系。你这合同连个印章都没有，一看就知道是假。一条看门狗，就算披上了狼皮，也终究是狗。莫非这合同真是假的？王管家毕竟不是逍遥王本尊，这合同万一不被厂商认可，就真完了。这合同真假，逍遥王自有定夺，你也配质疑？果然没有印章，你小子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逍遥王的合同！伪造合同，一家子都得吃牢饭。若这合同是真的，你们就不怕逍遥王的怒火吗？逍遥王装腔作势，今天我就先踩碎了这假合同，再踩碎你的脑袋！怎么，逍遥王府的合同还有人敢质疑？王管家，你终于来了。五哥，我调动禁军来迟，让嫂子受惊了。嫂子，北王集团已经正式通知下去了，马上就会派人过来签署合同。来了就好。这儿有条老狗一直在叫，赶出去。管家，我曾有幸见过逍遥王府的管家，根本就不是他。一个废物也想装人上人，你们有那个命吗？小王，小城主都敢质疑你，你这混的不行啊！五哥，我多年未出，看来已经有人忘了王府的威严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逍遥？难道你们真是逍遥府的人？云城主，我这兄弟现在若是对你动手，你可有异议？难道阁下就是传说中的逍遥王殿下？你要是真是逍遥王，那你凌晨这就是河王神圣吗？岳擎苍，我给嫂子的公司注资合作，你竟敢过来查封，是不给我面子吗？青言，看来是妈妈错了，你这保安老公确实不简单，就连逍遥王这样的大人物都得听命于他。妈，其实我完了，又误会了。城主大人，如今逍遥王亲临集团来合作，您请回吧，不送了。等等，呵呵，逍遥王就他一个废物保安，也能请来逍遥王？没错，刚才穆青离说他是王管家，现在又成了逍遥王。你们说谎话不用对口径的吗？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不仅伪造逍遥王府的合同，还敢冒充逍遥王，简直是罪大恶极！哼，小王，你在云城这些年混得可不惨，一个小小的城主都敢质疑。五哥，是我失职了，看来我多年未出来走动，已经有人忘记了对王府的敬畏。穆青言，你这个废物老公竟然敢找人冒充逍遥王！今天不用我动手，逍遥王府要是知道了，也能来要了你们狗命。凌晨，逍遥王不会怪罪吧？一切交给我。小王，这云城的城主该换换了。
可笑！在云城，我就是那遮天的云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哦，是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了。王令在此，罢除你的城主之辈。我呸！还王令，为了一个废物保安来送死，你可真是愚蠢！小子，待我把你抓进大牢，日受那酷刑折磨。还有这柳玉茹，还有你老婆，还不错，我喜欢。哼哼，到时我当着你们的面把他玩死。李晨，你不是武力值很高吗？啊，你咋不弄死我呀？到时候你们关入大牢，看我怎么弄死这个野种。嘿，怎么，你想认怂？我是你妹！凌晨，你敢打城主，你完蛋了你！是他呀，王。来人，把这些贱民都给我拿下！王府禁军前来报道。云城主，王府禁军已经集结，现在你还觉得我们是来冒充的吗？不敢！以下犯上，不知死活！是小的有眼无珠，从今往后，您让小的往东，小的绝对不往西。哦，对了，云城主，你刚才不是说在云城你就是王法吗？大人，您说笑了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应该让穆总这样的优质人才管理企业。我城主府绝对大力支持，大力支持。林晨，你别以为有逍遥王在背后给你撑腰，你就高枕无忧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得罪了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三番五次对我哥不敬。来人，给我打断腿扔出去！打狗也得看主人。谁敢动我的人？我看谁敢动手。叶进，你来干什么？未来集团不欢迎你。穆青言，你不仅敢撕毁与本少的婚约，嫁给这个臭保安，还想染指与龙殿的项目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。叶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怎样？很简单，我要你交出与龙殿合作的项目，并且跪在地上求与我原谅，然后看着我怎么让这个臭保安碎尸万段。我与龙殿的项目我准备了整整6年，我绝不可能就此止步。叶少，这里可是未来集团，王府禁军就在这里，你还要这么无法无天吗？无法无天！你要干什么？叶进，老子就是天！逍遥王来了，见到我爹也得平辈论交。你们这几个拿鸡毛当令箭的东西，也敢与我装腔作势？松开你的脏手，除非你不想要。呵呵，你就是那个保安吧？敢抢我的女人？说吧，想怎么死？叶少，你有点太放肆，真当龙国的律法是儿戏吗？哟，就连逍遥王府的人都在为这保安撑腰，怪不得胆子这么大。可惜王法管不着老子。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逍遥王府的高手，真是幸会呀！难道你就是曾经龙殿的那个杀人王雷霸天？当年命龙殿除掉雷霸天，竟有人将他捕下，难道与叶家有关？龙殿杀人王杜老在死，所有人都得死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老夫，不过今天得罪了叶少，马上就要被我打死，好让你们死个明白。大哥，嫂子，我先去会会。用力，我还行。你竟然突破了宗师境界，达到了半步武王！大胆，竟敢对王爷动手！上！
老子说了，今天你们都得死，谁也跑不了。我擅长带兵，不擅长单挑啊。10秒内走，免死。你的手是自己交还是我拿？搞笑！臭保安，你知道老子带了多少人？除了半步王的杜老在，门外还有足足200宗师，你休想活着离开。区区200蝼蚁而已，哪怕是1000人万人用的话，时间可不多喽。凌晨，你先别冲动，元王府的高手打不过他们，他们真的会要了你的命的。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妈咪别怕，爸爸会打走这些大坏蛋的。老大，你就放心吧，有5哥在，这群不过是一些土鸡瓦狗罢了。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！凌晨，你别逞强了，这一切由我开始，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想走，晚了。外面有200宗师高手在，你休想活着离开。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和念念，还有你的公司的。可别忘了，我是这儿的保安。行了，我出去清理一下那些苍蝇，省得影响你公司看病。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成全你，带他出去，打断他身上每一根骨头。你疯了！他们真的会要了你的命的，你不能去。放心。叶姐，我求求你，不管是魂月还是未来集团，我都答应你。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凌晨。放心，我饶他狗命，让你好好看看自己是怎么成为我的玩物的。穆青言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你这个废物武功的下场。还有吗？小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浑身都是血啊？血都是别人的，你老公可是王牌保安。外面200多号宗师呢。哪儿那么多啊？一群小混混而已，下就跑。看来穆丽没有撒谎，你这个臭保安还真有2下子。不过也就到此为止。杜老，废了他。小张，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但是武王之下皆为蝼蚁。他就是传说中的武王高手，连逍遥王都打不过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他们那是唬人的，什么狗屁武王宗师的，那都是噱头。混账！敢侮辱本王，本王就先打断你的狗腿！我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败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武功，竟然破了本王的武王之躯？本王可是半步武王，怎么能败给你个废物保安？连王管家都打不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妈咪，我就说了，爸爸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。老婆，别瞎想，我不都说了吗？保安，保安，保你一生平安。臭小子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明日穆家鸡犬不宁。凌晨，还是算了吧，放他走吧。叶家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。行吧，给我老婆个面子。不过我这鞋不小心溅上了血，要不帮我擦擦？臭保安，什么身份？一个贱民而已，也配让我擦血？凌晨，你太放肆了！叶家背后有龙殿谢家撑腰，而且这才刚开始。我再说一遍，鞋给我擦干净。今日之时，开日定当，百倍奉还。
凌晨，你说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非得干保安？哎，这你格局就小啊！我20岁当保安，少走40年弯路呢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现在叶家有龙殿和谢家两方势力，你一个人抗衡不了他们的。龙殿，你最近不是和他们有什么项目合作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其实我这些年接近龙殿，都是为了念念。6年前，爷爷跟我说念念的生父跟龙殿有关，后来爷爷昏迷瘫痪了，我线索也就断了。所以你接近龙殿是为了给念念找生父，对吗？对不起啊，凌晨。6年前，龙殿云城，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。难道穆青言就是？看来得想办法让穆老爷子恢复清醒，才能得到真相。明天晚上老爷子过寿，你陪我和念念一起出席呗。没问题，第一次进家门嘛，那我得准备一份寿礼了。啊，不用了，你随便准备的礼物，他们肯定会嫌弃，我来就好。走了。明天给我准备3份寿礼，尤其是要一份能治瘫痪的灵丹妙药，我要去给穆老爷子过寿。谨遵率令。你们看，穆青言和她的保安老公来了，据说昨天还把叶家大少给打了。什么？穆家老爷子现在瘫痪在床，又得罪了叶家，穆家要完蛋了。奶奶，祝爷爷生日快乐！这是我老公凌晨。老太君，祝老爷子长命百岁。青言，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你可不要胡闹。没错，奶奶，爷爷的寿宴来的可都是些达官显贵，他一个臭保安也配进我们穆家的门？来人，把这个臭保安给我打出去！你闭嘴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眼中无非就是钱财权贵啊。敢问各位，你们又怎知我是龙还是虫啊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一个小保安还能是真龙？既然如此，老爷子寿辰，那肯定带个厚礼吧？要不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呢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礼物再说。你一个臭保安也配提礼物呀？啊，肯定就是一些破水果、烂衣服之类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穆家不收破烂啊。谁说凌晨没有准备贺礼？奶奶，爷爷喜欢书画，这是刘大千大师的山水画，也是凌晨送给爷爷的贺礼。一个破山水画，谁知道它是真是假呀？以这个保安低贱的品性，恐怕是从路边上买来的吧？哦，敢说我老婆送的礼不行，那你们的寿礼呢？既然你这个臭保安想看好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。极品玉蟾蜍，价值1000万；叶家的项目合同，价值10亿。10个亿嘛，有这10个亿的合同啊，那咱穆家的经济危机就解除了。还有这第3个，100年雪山人参一株。100年雪山人参可是北境龙殿特有的产品，多少达官贵族求都求不得呀！服用它不仅可以延年益寿，更是权力的象征。老太君，爷爷常年瘫痪在床，我特意取这100年人参，就是为了治好爷爷的病啊！乖孙儿，你有心了，奶奶很欣慰。臭保安，这就是我的实力，你能拿得出来一样吗？都是些破烂货色，一个都没看得上，还敢拿出来丢人！妈的混账东西！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凌晨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抱歉，我不该带你来这儿，害你在这儿受人百厌。老婆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以后呢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不用了，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别在寿宴上招晦气。老太君先别着急啊，我给老爷子准备了一份无价之宝的寿礼。妈，我看这凌晨倒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礼物到底如何。
寿礼到。奉林先生之命，奉上九转长寿丹、极品龙形和田玉以及至尊圣令，可调度无上财富。胡扯，还无上财富？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是大夏5万军啊？这你都知道了？你这智商见长啊！凌晨，你别闹了。我以为是什么呢？一个破药丸就敢说是无价之宝，你把我们当成傻子了？穆青言，你这老公真够可以的，过大寿送药丸，这礼物送了真吉利。药丸，我看是你这个保安药丸。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好好长长记性。奶奶，不要！老婆别害怕。今天这第一份寿礼名曰长寿，乃是九转长寿丹，服用后不但能治好老爷子的偏瘫，还能延年益寿。敢问诸位，这难道不是无价之宝的寿礼吗？什么九转长寿丹？你个臭乞丐，你是疯了吧？还长寿丹啊！穆青言，你赶紧带他去医院洗洗脑子吧。妈，这些臭保安吹牛也不挑地方，真当所有人像穆青言一样好骗吗？依我看，这家伙估计是想凭借一个破药丸进来蹭吃蹭喝，毕竟这么豪华的宴会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奶奶，我相信凌晨是不会骗人的。这长寿丹虽然不能延年益寿，但也有保健功效。你竟然还帮这个骗子保安说话，你是要气死我呀！爷爷，快叫救护车！穆青言，都怪你这个废物老公给爷爷招了晦气。要是爷爷有个3长2短，我要他给爷爷陪葬。老爷子心脉衰竭，等不到救护车了，快给他敷长寿丹。拿来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个破药丸就是在路边摊买的，你想害死爷呀？拿来！我是在救他命。不行，作为穆家一份子，我绝不允许你为老爷子吃这种来历不明的药。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二婶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凌晨？生死关头，凌晨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青言，你要是非得为老爷子吃这个臭保安的药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如果救不活老爷子，那你就得承担全部责任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救不活老爷子，你就得把未来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穆丽，并且把那个家主也让出来。没错，必须要有这2个条件，这个臭保安才能给爷爷喂药。这不可能！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！好，我答应你们。青言，他们就是想要穆家的控制权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当啊！妈，我相信凌晨，他一定能救爷爷的。我早知道这药不管用，他一个小小的保安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！穆青言，你答应过未来集团总裁的位置，明天该给我了。爷爷吃了药虽然没见好，但是病情也没有恶化吧？一切等医生来了再做定夺嘛。你废话少说，我告诉你，要是爷爷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保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滚出穆家当庭！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老婆，我自不会说大话，这长寿丹肯定有效。妈的，你个臭保安，你敢打我啊！来人！这不可能！老头子，你真的醒了！爷爷，你的腿能站起来了，头发也变黑了，年轻了不止10岁呢。看来凌晨拿的真的是长寿丹啊！哎呀，我这保安女婿，难不成是位神医呀？这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神药，那肯定是我之前给老爷子买的补品起了疗效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之前穆里给的那个灵丹妙药，要不然哪是那个破药丸能比的？你们简直睁眼说瞎话！刚才明明是凌晨的长寿丹起了效果，你们现在跑来邀功，刚刚拦着不让喂药，你们简直无耻至极！你们二房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不是刚才吃下的长寿丹，我恐怕就要入土了。以后穆家就要听穆青言的，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爷爷，
话不要说的太满啊！穆家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解除呢。没错，穆家还有未来集团要完蛋的时候，到时候来求我们，门都没有。走。穆家需要钱，我可以帮凌晨出。夏小姐，久仰上京夏家大名，你是我孙女婿朋友？没错，穆老爷子，生日快乐！我这次可以帮助穆家解决经济危机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夏小姐，但属无妨，老夫一定竭尽全力办到。你们穆家不是看不上凌晨这个女婿，不如退婚，让我来嫁给他。我去，京圈天后夏婉晴竟然和穆家大小姐抢一个保安当老公。关键是夏婉晴竟然上门倒贴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夏小姐，你不会跟老夫开玩笑吧？凌晨是我孙女婿。好啊，惹得一身桃花，这狐狸精都追家里来了。冤枉啊！夏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不过呢，我的老公我自己养，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是不是啊，老公？是没错，我老婆需要钱，我给她花便是了。就是，我家女婿本事可大着呢，一定会帮助穆家渡过难关的。陈哥，现在叶家和谢家联手，穆家在云城根本借不到任何资金，要不你就从了人家吧，钱随便花。不，老婆，我刚送给爷爷这个龙纹令牌，你拿着它去龙店在云城的银行分行，你想取多少就取多少。别吹牛了，我要取10个亿，你存款有那么多吗？我信，凌晨一看就是有本事的男人。那这就叫有眼光，你得好好学学。妈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哎呀，青言，我信凌晨的话，万一要是真的呢？妈和你一起去，要是真的，穆家可就有救了。小陈啊，你将我的病治好，老夫很是感激，但是你恐怕不能和青言结婚。儿子，这是为何？其实，这事儿我也是为了你们好。你可知道，念念的生父何许人也？听青言说，他似乎来自龙殿。没错，其实念念的生父不仅来自龙殿，而且是那传说中的龙殿至尊武汉君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过去，起来。谢大将。你知道我动用龙殿杀人如渡，冒了多大的风险？谢大将，我也没想到，凌晨一个小保安，居然能打败杜老。啊！白痴！区区一个保安能击败半部武王？是。明天就是我谢家执掌龙殿、君临天下的关键时刻。不管这个凌晨什么来历，也绝不能挡我谢家的路。明白。谢大将，我刚从穆家的眼线口中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：青爷当年生的女儿，很有可能是武安君的孩子，而且在手里很有可能龙族的龙符，此货当真？谢大将，千真万确。6年前穆青言那个贱人确实没有青言，而且他还留下一枚龙符，我曾亲眼见到过一次。看来武安君虽死，但也留下了孽种，怪不得穆青言千方百计的想接触龙帝。哼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待我取得龙符，不仅是龙殿，就连龙火也就归我掌控。哈哈哈哈哈！
妈，你还真相信凌晨的话呀？他不过是我们集团一个小保安，哪来那么多存款呀？青言，我看凌晨倒是颇为不凡，要不然那个女明星怎么会上门倒贴呢？肯定是有真本事。妈，你真相信这块奇怪的令牌能在龙电银行调动上亿资金？行不行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走。你好，两位，请出示龙电会员卡。我们龙电只服务龙电会员。妈，我就说不是真的吧。你好，虽然我们不是会员，但有这枚令牌信物，请您过目。您说的。谁要见我？今天龙电圣女要下来视察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黄主管，我们是来替我女婿取钱的，有此信物作为凭证。这是龙电圣令。我就说吧，这女婿绝对不简单。叶少说的果然没错，还真有保安胆敢伪造龙电圣令，还敢在我的手上招摇撞骗。穆青言，老子早就知道你会到处去跟银行借钱，没想到你还真的相信那个人。我女婿不可能骗人的。黄主管，你再好好看一看，这不可能是假冒的。呸！你们还真的以为那个臭保安是什么大人？在龙殿面前，他就像蝼蚁一样可笑。不会的，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你们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啊！你们可知龙电圣令何等贵重？而且一旦进入龙电银行，就会引发异响。又岂是这块普通烂铁可以逼你的？云城就有龙殿圣令问世，消失1年的女安君，终于要回来了吗？快跟我进去。是。龙王印象，难道这令牌？黄主管，这肯定是他们搞的鬼，一些假把戏，你敢冒充龙殿圣令？那个臭保安他配吗？不许你污蔑凌晨，这一切都显示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闭嘴！敢冒充龙殿圣令，这次不仅那个臭保安要玩我，连你们也要被千刀万剐，进幽冥地狱！还真是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啊！这龙殿圣令可是打开龙殿宝库、掌控亿万财富的钥匙，又岂是一个小小保安可以拥有的？这块破铜烂铁，一看就是没要补地摊，就应该丢进垃圾堆里。这是谁扔的？圣女大人。黄涛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圣女大人，我不是故意砸您的，都是这个贱女人，她假冒龙殿圣令。闭嘴！圣令可是武安君亲赐，岂容置喙？这令牌你们是哪里来？是我老公给我的，他说凭这个令牌可以调动龙殿银行的资金，能帮我们穆家度过经济危机。老公，你想调取多少资金？龙殿银行的亿万资金，你都可以随意支付。这令牌的权限这么大，女儿，我就知道这女婿深藏不露，你可得把握住啊！且慢，圣女大人，你可能有所不知，她的老公只不过是一个小保安，根本不可能拥有真正的龙殿圣令。这枚令牌必定是伪造的。龙殿圣令可是掌管龙殿宝库的钥匙，若是能打开银行中的宝库，自然就是真的。穆青言，我劝你现在坦白还来得及。你要是再相信凌晨那个臭保安的话，他就会害了你，害了穆家。我相信凌晨不会骗我。
天哪！咱们家这是捡了个金龟婿呀！宝库真的打开了，令牌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王涛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圣令一出，如武安君千余，你公然诋毁圣令，是要违抗圣令吗？不敢，少人之罪！不是，是我错了，我对他儿子，是我原谅不是大家。我可以原谅你狗眼看人低，但绝不允许你污蔑我老公。请问穆小姐，你的老公真的只是一名保安？没错，他是一名退伍军人，一直在我公司做保安。那这圣令是从何而来？我也不清楚，应该和他在逍遥王府当管家的战友有关。逍遥王府。是谢家将的人，冒犯圣令，谁都保不住，拿下！萧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的人也敢动！叶璇，圣令在此，还容不得你放肆！哈哈哈，武安君早已身死，你这令牌自然也就没有用。放肆！你敢违抗圣令，我作为龙殿圣女，今日必要诛杀你这逆贼！勾引我，谢璇，你竟然敢跟境外武王勾结，就不怕龙殿的审判吗？审判？龙殿现在都在我谢家手里，你拿什么来审判我？哼！穆总裁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接触龙殿吗？今天我就如你所愿，带走。老爷子，念念的生父可留下什么信物？没错，留下了一枚象征着武安君身份的神符，青岩一直带在身上。凌晨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只可惜，原来他就是，怎么会这样？6年前，爷爷跟我说，念念的生父跟龙殿有关。6年前，他父亲去了境外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念念，爸爸对不起你。走，爸爸带你去找妈妈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圣女，爸爸！武安君，你没死！快告诉我，青岩去哪了？究竟发生什么事？武安君，谢璇勾结东瀛武王，刚才打伤了我们，他把穆青岩抓走，属下失职。叶璇，竟然是他！老婆，你没事吧？10分钟之后到北航1号仓库，否则就等着替穆延青收尸吧。谢晋，爸爸妈咪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？没事的，爸爸带你去接妈妈回家。当年天门关一战惨案的主谋出现了，立刻召回龙殿旧部，重整山口。是。秋叶，等你。谢璇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好漂亮的脸蛋儿，怪不得那位被动了凡心，还得生了孩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念念的生父？当然认识，6天前就已经死了。4、9、10，是你们杀了他？没错，他打了我们谢家成为龙殿之主的路，他就必须死。只不过他竟然和你生了孩子，甚至还把龙符给了你。龙符？穆青岩，交出龙符，谢战将还能饶过你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动手吧。我绝不会将龙符交给你们这些勾结外敌、谋权篡位的野心家。你的孩子呢？你们敢！事到如今了，我还有什么是不敢的？你还有得选。真是龙符！说
手握龙符，以后整个龙国要以我为尊。杀了他。事成之后，别忘了应谢家和我们东瀛签署的不平等条约，割地赔款。那是自然，宁与外臣，不与家贼。我呸！你们这些卖国贼，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。穆青言，你还真指望凌晨那个臭保安能过来救你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算真正的武王，也别想活着从这走出去。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。佐藤先生，听说你很喜欢收藏我们龙国女人的人皮，不如今天这个女人就送给你。好漂亮，蝴蝶呀，穆小姐，放心，你很快就会成为一件艺术品。等我们抓到那个臭保安，会把他扒皮抽筋，让他过来赔你。佐藤先生，目标出现。我活的，我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看到这屈辱的伤疤了吗？6年前是你们龙国武安君留下的，他现在已经死了，龙国也即将灭亡。至于你们龙国的女人嘛，最终会沦为我们东瀛人的玩物。说到底，你们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胆小鼠辈。好像不对劲，外面兄弟全部失联了，他可能已经进入了仓库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好像就他一个人来了。难道真是那个保安打过来了？看好的！人都去哪儿了？给我汇报情况！别喊了，人都死了。没想到那个臭保安真敢过来送死！穆青言，你就看着佐藤信长是怎么一片一片的切下他的肉。究竟是谁？我说过，犯我龙国者，虽远必诛。你一个东瀛人敢帮我龙国，不想活了？你就是那个穆小姐的保安老公吧？你以为你是武安君，解决了外面几个小喽啰，你以为你无敌了？你们俩上，给我废了他！我老婆在哪儿？你来迟了，那个女孩已经被我活生生的扒了皮，她背后的蝴蝶真好看。现在送你去见她。我要让你们东瀛给我老婆陪葬！上那，装什么弄鬼？究竟是谁？送你下地狱的人，到你了。全杀了！这个臭保安是魔鬼吧？小子，承认你很强，我之下皆为蝼蚁。华夏的武安君已死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说完了吗？就去死吧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把刀是砍过成百上千个龙国士兵的头。刚才我就是用这把刀把你老婆的皮活生生的剥了下来。下一个龙道的就是你，去死吧！
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？你罪有应得！等等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你老婆没死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她在哪？你老婆在后面仓库，我刚才没碰她，我是在骗你。喂，谢战将，快来救我！就连佐藤信长也打不过那个臭保安。废物！放心吧，我家人在我手上，他不敢动你。日晨，你别过来！臭保安，老子现在就算在车里把你的女儿睡了，你也只能干看着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的女儿在谢战将。跟我家人相认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没事吧？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你为什么这么费心救我？其实念念她是我的孩子。谢玄跟我说，念念的父亲在6年前已经死在战场上了，怎么？我没有死，我没死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只是我当时精神恍惚，我只记得你的蝴蝶太极。我回来了，对不起。官军，整个穆家都被带去了谢家举办的升龙宴，据说谢玄要拿您的女儿祭旗。什么？立刻传我率领龙殿旧部归位，踏平谢家。谢战将，听说佐藤先生既然失手，那个保安不会真的在你的登基大典上闹事儿吧？一切尽在掌握。若是那个不知死活的保安真的敢来，那我不介意送他下地狱。而穆家以及这个野种该如何处置？以后你就是穆家家主。至于穆青言和那个小孽种，都是以前的阴孽，当然要斩草除根。玄儿，难道你真拿到了龙符？不错，父亲，以后我们就执掌龙殿，君临龙国，重施一掌最强家族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早说过，我儿玄儿有武安君之姿。逍遥王昔日与武安君交好，恐怕你有龙符在手，他也不会轻易低头。我早已与境外4大达成合作，若这个老东西敢闹事，第一个把他解释。斩龙剑在此，如武安君亲临，敬武安君尽忠魂，敬武安君敬忠魂，敬武安君敬忠魂。谢玄，你为何不为？难道你想造反？凭我手中的龙符，自然可以。不错，我儿得龙符，当为武安君，而你逍遥王，莫非想拿前朝的剑斩我本朝的臣？6年前，武安君遭境外4大武王谋害，尸骨无存，10万将士血染沙场。如今我儿历尽艰辛，引回龙符，理当成为新一任武安君，彭州龙国荣光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武安君失踪，龙国10万精锐损失殆尽，全靠谢玄战将独当一面，成功阻止了4大武王入侵龙国。如今寻得龙符，自当为帅。天赐龙符，谢玄为武安君，乃天命所归。诸位将士，外敌未灭，玄儿何以为帅啊？谢战将，只有你登临帅位，才能带领龙殿为当年的武安君和天门关10万忠魂报仇雪恨啊！
卑职叩见武安君。你们这是害苦了我，害苦了我呀！斩龙剑乃武安君佩剑，自古以来，历代龙殿之主都需要拔开此剑。谢担架，请拔。逍遥王是斩龙剑非真龙血脉，无法拔出。你是想故意刁难，扰乱军国大事吗？父亲，武安君，我亦可。不用试了，谢玄，你配不上斩龙剑。安君，本帅的剑没资格。武安君，不可能！武安君明明6年前已经身亡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？难道害我险些身亡的与你无关？谋害武安君的是境外武王，与我何干？爸爸妈咪，妮妮在这里。妮妮，原来是你个小武兰，竟然敢冒充武安君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！这么着急杀我，恐怕罪证被揭发吧？竟敢污蔑本将，信不信诛你九族？就在昨日，谢家勾结东瀛武王佐藤信长，欲将我跟凌晨置于死地。什么佐藤信长？这不是龙国死敌东瀛武王吗？谢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此人定是受到境外武王指使，前来破坏我龙殿换帅大计。我今日前来，除了救我女儿，还有一事。当年天门关一战，虽被陷害坠入深渊，而你早已率领10万精锐击败了10倍兵力的四国联军。可为何最后的战报上显示，龙殿将士全军覆没，就无一人生还？什么？难道当年击溃4国100万联军，并非谢玄所为，而是武安君？胡说八道！你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保安，如今假冒武安君，还抢亮我儿战功，你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战功？他区1万兵力在手，如何抵挡这100万4国联军？够了！你一个臭保安，竟敢污蔑本战将！来人，就地正法！诸位龙殿的将士们，昨日我亲眼所见，谢玄勾结东瀛武王签订不平等条约，卖国求荣。今日我夫妻就算死在这里，也要揭穿他的阴谋。什么？不平等条约？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耻辱，最无耻的卖国！一派胡言！我谢玄对龙国一片忠心，岂容尔等诋毁？谢这家，我建议将他们就地诛杀。逍遥王，我料你以前对龙国有些犯难，想必也是被这臭保安所迷惑。你现在斩杀了他，我可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我说过，凌晨就是武安君，我何罪之有？诸位同僚，圣女殿下马生可，她常年陪伴武安君左右。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圣女殿下一眼可以认出武安君。还想拖延时间？我不会给你们这些逆贼任何机会！来人，直接诛杀！龙殿圣女到！谢圣女殿下。凌晨，见到圣女殿下居然不行礼，是不是太猖狂了？圣女殿下，此人名为凌晨，真实的身份就是个小保安，竟然假冒武安君，企图破坏谢战将的登基大典，其罪当诛。不仅如此，还勾结境外武王，乃至不折不扣的汉奸。你血口喷人，明明就是你们！凌晨，你不是说你是武安君吗？那你就摘下面具，让圣女殿下看一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怎么不敢了？凌晨，没事。请圣女殿下开旨。既然你们想看本帅的真容，那就让你这些老熟人看一看。现在看清楚了吗？武安君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明眼看到他跌入万丈深渊，尸骨无存。这
年的事儿，跟你也有关系。来人，将叛贼谢玄拿下！我看谁敢！龙符在手，这龙殿我说了算。大胆，给我上！又突破了，怎么可能？小子，凭你还吓不到？我能杀武安君一次，就能杀第二次。你差远了！请武安君执斩龙剑，诛杀奸佞！请武安君执斩龙剑，诛杀奸佞！冥顽不灵，那我用斩龙剑斩碎你们的希望，让整个龙殿知道你我的下场。武安君，放心，这柄斩龙剑上承天命，下应黄泉，如今凝聚着龙殿10万忠魂，他碰不得。冤魂索命，你糊弄谁呀？活着我能杀你一次，死了你又能奈我何？火儿之剑，此时还不致富，更待何时？哈哈哈！冤魂在哪儿？我谢玄今日继承龙殿之主，这天下就是我的，谁能伤我？星儿，你信服？什么？不是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死了！父亲，你小子对我父亲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那就要问你对10万忠魂做了什么。龙殿的10万忠魂已经表示，他们不是死在四国联军的战斗中，而是死在你们这些自己人手上。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！难道说，那天门关10万龙殿战士，竟真是被谢玄父子所谋害？谢玄，你还是人吗？那些都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，你怎么忍心对他们下得去手？闭嘴！什么10万忠魂，什么冤魂索命，都是一派胡言！我谢玄还轮不到你们这群垃圾来审判！好久不见，老伙计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？龙元手掌斩龙剑，身负龙符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？邪祟之心，奸邪之命，又怎么配执掌斩龙剑？到底是谁？你已经死了！你明明已经死了！我，凌晨，是个不负责任的将领，也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也是替10万忠魂向你索命的阎王！想不到这万丈深渊都不死，但你以为也孤零零的回来，那个鸡毛令牌就能号令大夏吗？父亲早已派人围了这里，又是一人，还能杀我千军万马不成？谢玄，你是不是忘了，龙殿旧部皆在？青龙战将，朱雀战将，白虎战将，玄武战将，参见王爷。起来吧。乱臣贼子，还不认罪伏诛？诛！天大的笑话！我谢玄这辈子绝不会臣服，哪怕你是武安君，也绝不可能。你们有底牌，我就没有吗？各位武王，出来吧！4大武王，谢玄，你果然背叛了龙国，勾结外敌，你不怕万民唾弃吗？废话少说，动手，一个不留！
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武安君，太狂妄！你四大武王已今非昔比，杀你如屠狗！哼，是吗？我也送你句古话：龙有逆鳞，不知必死。明天龙国的血债，需用血来偿还。爸爸真棒，打死这些坏蛋！一起上，不然大家今天都得死在这儿！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是这么愤怒。凌晨，小心身后！身上的恶臭气息，在我脑子里围绕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能忘得了？已经超越你。我封印一解，便是这人间武圣。传说中，武王之上便是武道的巅峰，武圣境界，从此无敌世间，畅游天地。难道武安君已经成就了武圣境界？虚张声势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他今天不死，各国将再动乱，你们就都是自己国家的罪人。你们这话倒说的没错，联合谢贤，杀我10万中国，就凭你们几个小命，也能解决？从今日过后，我便带领他还我大夏中红献礼。难道这就是武圣的力量？今日诛杀四方武神，清扫龙殿逆贼，昭告天文关，10万忠魂，龙国永昌，天下太平。恭迎武安君归位！恭迎武安君归位！爸爸，你是我和妈咪的大英雄。我还欠一场婚礼，明天补上，如何？念念，嘿，想不想去游乐场？好呀好。爸爸带你去。